圣诗547首，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琴弹一遍。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耶和华所救赎的，着讲即个话，就是伊对敌手中所救赎的，对逐国、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组织的，拢着安尼讲。即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309首，圣诗309首，阿罗关灵上主。阿罗关灵上主，拆除惊吓围墙，自尽当时，正做一家，无论
西俄罗基督十架，互咱服务。圣诗309首，请咱起立。请坐。这是咱三甲来读主的主导文，伫咧周报的第4页。主导文：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2篇。伫咧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22篇，也是诗篇95篇。
启应文22篇显着咱三甲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一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启应到这，只是咱搁来吟诗，圣诗第222首。圣诗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影风台，永点安稳所在。圣诗222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闪避大雁风台，永点安稳所在。全力保持阴影的面，前途徛起安心。上帝成就高野通通，做阮稳当保护。青山也袂死水尽，世界也袂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孤单不变无替。对你来看，虽然千年，亲像过了水暝。暗示一记实在真谛，100年古手价。光阴地过，亲像淡水，一直互伊流去。光明富贵，万人迷茫，实在拢是空空。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搁做将来愿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安问候。阿门。请坐。只是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万源灵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啊，你创造这个搁真、搁好、搁水的世界。阮知是你疼阮世间人，却是因为阮贪心甲过度的车花，地到世界逐所在出现侪侪灾害。无论啥物灾害、疫病，拢是主你对阮讲话。阮学习谦卑、忍耐的功课。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
学校有派李牧师来阮教会请安报告，恳求主，你甲即间学校伫南部真正做工做严，宣扬福音，引带人来归荣光互你。阮人活伫即世间，一定有你水的旨意。虽然伫即个世代，有时阮常常因为一时的方便，袂记你的救恩，恳求主，你搁一摆来帮助阮众兄弟姊妹，时刻来审察家己有啥物好的见证，会使甲人来分享主你的听，来带人来到教会归荣光互你。今仔日，阮的主日，求主你的圣神，甲阮大家同在，为头到尾，拢得到你的引带带领。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赐阮平安。这是咱三个来读圣经，圣经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搁有12节到13节。伫个新约第260面，新约的260面，迄周报顶悬，迄耶稣是毋对的吼。伫个新约的260面，希伯来人书12章第1节、第2节，搁有12节、13节。新约260页，希伯来人书12章，现着我来读。第1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神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忍辱，忍受十字架，担做伫上帝宝座的大兵。12节，所以骹酸手软的，恁着互伊勇行，为着恁的骹避办直直的路，免得歹骹的人歪踹，反倒互伊得着医好。读圣经到遮，下面请圣歌队来学乐。
下面咱请李家明牧师来讲道。伊囝的题目是“存忍耐的心，跑走头前的路”。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天父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会通用学乐感谢进入你的殿院，甲你的圣所的门。阮伫即个时刻，奉主你的名送较如即，感谢你伫逐时代兴起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圣徒，差遣你的工人，传播上帝道理甲福音。愿阮今仔日伫神的主日，也领受你的道理，甲你圣神的启示，伫阮的心中，成做阮生活、工作、福灾日子的帮助、基础甲祝福。愿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纪念主日。我代表学院，向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敬中集三角，请安问好，愿上帝恩典永远甲教会三合之地，也祝福咱每一人灵性兴旺，凡事亨通，身体得到健康。感谢贵教会过去一直以来对新学院的关心、支持甲带导，互咱神的校务、教务拢会通顺利发展，得到上帝一当来的保守。特别3冬前，2007年3月，新学院有起造一个现代化顶面6楼、地下1楼的图书馆，以及会议厅、教室。所以每一档的预算增加真济，真需要各界、各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带导、支持、关心甲奉献。愿咱伫主的厅内面，甲上帝大大恩典赐福的内面，继续关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设立新学院甲新学院的教育，甲伊未来发展。会通造就上帝更较侪优秀的工人伫社会、伫教会来服侍，见证上帝的名。阿门。我先试一下。1865年，第一位对英国长老教会派来佛摩萨的宣教师是苏格兰人。James Maxwell 马雅各医生，伊从事医疗传道，伊开设台湾第一间西方的医院。伊嘛开设教会，只是伊无法度来正式讲道，也是讲主持圣礼典。所以，伊伫期待祈祷，上帝通差派正式受按立的牧者来到佛摩萨成做伊的牧师，正式来伫教会中主持圣礼典。69年，伊开办信徒造就班。当时嘛有牧师设立是厦门的宣教师牧师，来佛摩萨来行设立。伫伊期待带导的当中，上帝就派第2位的宣教师，就是 Hugh Rich 李休牧师。伊伫1870年开办传道者养成班，因是讲英文的，英文是讲 Students Class， 虽然是学生的班级，但是就是训练传道者。
第三位正式的宣教师来到佛摩萨，就是1871年伊的名是叫做 William Campbell 就是甘威廉牧师。伊的目神真歹，但是伊细汉的时阵目睭有受伤，所以来到台湾，伊特别去发明点字罗马拼音的即个盲人所会通读的字甲圣经。伊出版的文字翻译的册以及盲人的教育，以及帮赞新学院以及教会公报社是一个非常典范的一个学者。伊伫1875年嘛开办传道者养成班 （Student Classroom）。一个是伫打狗，休瑞区是伫打狗。其后教会伫遐开设这个养成班。甘威廉牧师是伫台南府城，是伫马甲国医生馆的一个所在来开课开班。其中佫有一位是马偕牧师，伊是到伫北部的河尾，伊是1870年，1872年，伊决定要去无宣教师去过的北部的淡水伫遐传道理。伊是第三位。总是伊是加拿大长老教会差派来的宣教师。所以无共款的系统，但是拢是长老教会拢是加里文神学受到苏格兰真深的影响的一个敬虔的一个发源地。因拢是崇尚自由，但是伫自由内面，因拢强调自律。这是西洋带来咱东方的一个典范，甲一个宝藏，带来自由民主，总是伫迄个内面，家己有自律，有选择权，佫有发明发展家己的潜力，贡献社会甲普世世界。拄仔讲到马偕牧师。过来伫1875年，英国长老教会派第4位宣教师，嘛是第3位牧师，叫做 Thomas Buckley，就是台南新学院的校长。巴克利牧师伫1877年，就是咧讲，伊人先去到打狗。伫遐一冬，过来1876年，伊就起来府城，然后1877年，伊就正式成做会通教学用台语教学的一个教师。伊将打狗甲府城2班合做一班，因为当时打狗学生剩3个。3兄弟，府城12个学生，所以伊就爱下决定就将2班合做伙。咱拢捌听过一府二鹿3班甲，台湾当时人口真济，就是府城。伊做这个决定，影响到新学院要坐落在哪一个城市？这个就是南神的，咱讲的校舍，也是教室。这个是巴克利的校园，纪念校园啦。这个建筑物有一个名称叫做
巴克勒当时建立的校舍甲教室这拢是英国苏格兰的一寡上顶伫遐甲带过来中有一个戏池嘛捌做过玫瑰花园中就是一个十字架迄个是当时咱知影十字架一般拢是一横一竖咱嘛捌看过中一个圆箍迄就对欧洲迄个时代在流行远看的校园不止幽静优美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十字架倒面就看到 Thomas Berkeley 校长伊的肖像这是一个长老当时所塑造的一个肖像边仔拢是就讲教室也是一个交易厅，也是因的研究室这个就是员工当时迄种的回廊走廊拢是这种型的非常的优雅两张相片甲做伙这个是内面的教室会通讲较大间的一个正方形的教室咱看迄个地砖这拢已经是足侪年代几啊十当的年代所以西洋的教学就是自由所以迄个教室的空间自由调整但是光线真充足这个就是礼拜堂车铺礼拜堂这个就是礼拜堂的后面的外面的后壁外面的后壁伊的大门是伫对面咱会当看到一个钟楼迄个形体中的迄就是礼拜堂所以新海院差不多拜一到拜五拢有早祷会早祷的礼拜会当安尼讲老师负责早时讲道，也是外来的来宾牧者伫遐讲道暗时就几啊天是学生轮流的暗祷这就学生操练讲道若毋是是若本科的，就伫遐司琴、司会大家伫校园内面三角同工咱看到迄个十字架中就一个圆箍迄就校园中迄个戏池的圆箍这个拢是苏格兰的上顶带过来这里是大门看出去这是啥物呢？这是宣教师回廊这就是介绍所有来台湾的宣教师，南部、北部当然这个相片大部分拢是南部这另外一个所在嘛是介绍宣教师遐有一个契佩迄是10外当前一个原住民的牧者叫做弗鲁克伊是读艺术的，伊所画图互工厂来设计的火烧契佩其实这个火烧契佩是加拿大的象征迄个什么人？马盖牧师有无？焚而不毁。但是迄个焚而不毁的发源地其实是伫苏格兰因为马盖伊是阿公是苏格兰人，爸爸嘛是这个是迄个十字架的上界南边足长的一个十字架南边带到对呢，带到图书馆所以这就是图书馆后壁迄栋咱看到6楼悬彩色迄个无共款的色就是代表册啦这个得到国家的金质奖个校园组的首奖倒边嘛一个焚而不毁，有看到无？圆箍迄个是咱总会PCD 总会档案馆迄个4000万迄个总会家己
起造，负责4000万起造迄个档案馆，只有2楼。我本人2017年来总会服侍，我就是负责档案馆，差不多一个月至少去2-3摆去开会，现场去喊导会议，包括建筑师、工地主任，所以一个真特别的学习，互我较探讨历史，注重历史，佮爱着历史的文献，等等。后壁迄栋就是南神的黄宗辉纪念图书馆，伊1亿6千万，已经兴6千万啊，佮欠1亿，所以南神旧年就一个奇异恩典，呼吁各界关心奉献，所以咱北部2个中会拢非常会大的支持。特别台南中会去年拼第1名，2200万，一个中会就2200万台南中会，是数上济的加倍啦，看到南神的迫切甲需要，所以新海有真济历史，无论南神、台湾新海、玉山新海拢是安尼，这个是。黄宗辉纪念图书馆的正门，这个开始正门啦，拄仔是侧面，这是正门。爱入来校园的内面，照我都对正门行入去，几来人、3个人咧讲话，迄个所在就是正门，迄就是正门的图书馆。迄个册用迄彩色的，迄就是代表册甲资料收集。所以牧师用安尼来起头来，互大家了解到。这个宣教师的脚迹甲故事，因亲像云彩一般样，包围伫咱台湾历史甲教会的四周围。到伫今仔日足侪台湾的档案馆以及博物馆以及文学馆，非常注重咱长老教会的文献甲历史，拢主动甲咱出册。我本人就是负责教会历史的，譬如去年，因得到李修牧师甲牧师娘的书信，将因的书信100封甲收集一本册。但是因的书信去放伫英国长老教会的索尔斯的典藏馆，迄英国人非常注重迄个典藏，佮迄个文物。将因的宣教书当作宝贝，因的总会家己佮甲上悬的校府学院合作，典藏伫因的最高的国家典藏馆，因拢国家补助的。所以我会讲就是讲，西洋人非常注重即种的文物甲文献。然后有南神一个好友去到英国几若当前，甲发现李牧师亲笔的。批信就是伫迄个档案馆的展览的橱柜，较透过方式甲伊套过来，翻译做中文，去年就出一本李修伊丽莎白宣道书信，内面就是第一首李修牧师写批，互伊的长官，互英国领事馆，互伊的朋友，会通讲所写的就是伊伫佛摩萨所做的工作。这就是台南新海伊的校门，伊的全名台南新海。台南新海演剧一开始伫1877年，巴克的牧师伊将2个养成班甲合作一班的时，迄时10外学生。抑阁是 student class，伊为着提升水准，伊就甲号名叫做 Capital College， 是台湾第一间西洋大学，伫个手下所设立的。因为伊会晓数学，
会晓算术，会晓天文学，会晓物理学。伊伫伊毕业迄当，吼，伊祈祷，上帝讲你搁去进修，所以伊是去德国的一间大学去遐学科学。我毋知影学啥物啦，但是我咧想，可能就是学真济科学啦。所以担任校长的时，伊毋敢若教新教育，伊嘛教算术，教数学。教天文学、教物理学，等等，学生有世界观。后来 Capital College 改做南神新学校，迄是日本时代新学校。后来就正名叫做台南新学院。伫这140当。捌停办几啊摆，咱知影有动乱，有战争，伫需要爱关门，但是要搁复校，所以巴克利牧师，伊对伊的国家、伊的母会以及相关的社会得到款项，第一件代志就是将这的募款带转来到府城去做校舍、甲学校、甲教室。巴克利牧师，伊身边也有真侪同工，诚做伊的帮助者。下面我就来介绍，以及讲到今仔日，这个题目的3个主题。第一，这段圣经，对咱信徒来讲，我感觉上大的一个帮助、甲鼓励、甲指示，就是讲。咱咧读的是上届第一个会打动我们的心情的就是这个吞论。因为第20节甲咱讲到安那，咱的创始者耶稣基督就是咱主神爱看，伊忍受苦难，所以今仔这段圣经出现上届一个名词动词，就是忍耐、吞论，所以。作者就甲咱讲，咱着爱存着吞忍的心，亲像学习咱的基督，伊吞忍行到落尾，看清一切侮辱，甲十字架苦难，但是最后得到上帝的提权，甲全人类救赎的这个祝福。这段圣经就甲咱讲到。最感情有到底遐尔啊济，咱的周围有非常济见证者，真正算袂了。宣教士的边仔嘛有真济见证者，就是这见证者包围伫因的周围，互因力上加力。巴克利牧师，伊的小妹就是嫁互伊的同学，伊的同学选择去中国的广东的汕头，去遐食汕头面广东汕头迄个讲啥物？讲客家话安尼，伊这个同学我袂记啥物名，毕业就派去中国伊的小妹后来就嫁互伊，因拢书信的往来，互相鼓励。巴克利牧师是慢一档，因为去德国伊慢一档。伊原本是要去中国，袂使慢慢伫遐，已经铺路伫遐广大的宣教师的合场但是祈祷，伊听候，所以这是真有智慧的一个牧者甲牧师，甲院长，伊在听候，伊就祈祷，伊讲安那呢？伊讲迄个时阵，中国广东甲福摩沙拢需要宣教师，但是我祈祷了后，我感觉我较适合去福摩沙，原因就是我的脚较长，我会通行较济福摩沙的山路，伊是安尼选择来福摩沙，因福摩沙有草原、有高原、有关山，
伊嘛爱行路，哦，伊就选择较少人无人的所在，哦，来到佛摩山。啊，宣教士就是存着吞忍的心，哦，所以咱每一摆若去苦的时、受苦的时，咱都要想着以前的祖先、先辈者、正信圣徒，因怎样刻苦，行过的路，就是咱的模范。哦，咱用安尼来鼓励家己，哦，咱就会通努力往头前行。哦，毋通惊患难。哦，但是咱一定要有见证者围绕伫咱的周围，亲像希伯来书10章对亚伯、对以诺、对拿阿、对亚伯拉罕，吼，包括加再有提起一个女性，伊的撒来太太，这是新鲜的人物，有兄弟嘛有姊妹，三角在行这条无容易行的头前的路。咱拢会通伫圣经看到上帝怎样引带因，会通讲吼，因最大的主动是家己啦，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家己。你看该恩甲阿伯，对不对？该恩最大的敌人就是内面，想唔到伊，看唔到伊，献唔到伊者，啊，然后上帝欢喜。伊的兄弟阿伯献的者，哦，等等的遮个人物，摩西也好，哦，约书亚也好，啊，正士师也好，哦，撒母耳等等，遮个人的故事非常的动人，啊，非常激励咱，哦，啊，台湾的宣教士内面嘛是安尼，因为因听到上帝声音。因为因带着极大的疼心，就是要将福音带到迄个远东远的国度。其实当时因的印象是中国啦，最济人口的所在。哦，到伫今仔日吼，美国3亿2千人，印尼嘛2亿，啊中国咧，哦10几亿。中国若互上帝使用，伊会通祝福全世界偌大的市场、偌大的人口，但是却毋是安尼，却毋是真做国际的祝福。哦，这就是咱爱带导的所在。哦，这就是马国医生伊奉献对英国带过来、带过来的第一台印刷机。哦，这就是伫台南哦，一个所在典藏。啊，正边这就是巴克罗斯的岁跑。哦，啊，这个校长伊逐工拢会暗时要困祈祷，所以第四到2个骹头吼破2空。哦，这我感觉这是非常贵重的一个宝物啦，一个文物。哦，第二啊，我甲咱分享的是放下重担。啊，来看经文，因为咱有真济见证人，吼，啊，阁有上帝神感动咱，啊，阁有耶稣基督真做模范者，哦，所以咱就爱放下咱的重担。啊，伫走头前的路吼，一定要放下重担。吼，若无吼。会走了偏偏喘，哦，啊有当时走了感觉讲负担伤济，吼，无法度真紧就走到目的地。哦，无论是学生，哦，咱都爱照着认真读册的这个心志，啊，咱社会工作者，哦，咱每一个各行各业的嘛是安尼，哦，啊，真做团队者。嘛是共款，搁较是安尼。所以咱奔走人生的路程，咱就爱放下有形无形的重担。哦，特别迄个无必要的无形的重担吼，哦，咱就爱放下。啊，无形的重担，哦，是咱会通甲主三角直接沟通，得到伊的指示，放下遐个无形的重担。
亲像圣经所讲的，都爱专负军装，穿上战甲，手摕圣神的剑。咱有咧看新眼光读经无？咱若无看，咱会通看其他的读经本嘛，拢会使。咱总会所用的新的免费的下载 APP， 你就通逐工看到圣经。即一两礼拜拢咧读马太福音。我对伊内面得到真大的，搁一摆的帮助。今早起我嘛是安尼，我用20分，搁一摆对第1章看到今仔日的第9章最后。其中9章35节就是这个宣教师，还是耶稣基督所行出来脚迹。9章35节甲4章23节咧讲的差不多一模一样，就是马太福音的主题。耶稣甲门徒行遍各城各乡，伫逐会堂教示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的病症。4章23节，9章35节，这就是马太福音的主题。我相信这个宣教师就是带着这种的心，传天国福音。医生用医药医疗，牧师用上帝话，用祈祷，用欢手，用宣告甲讲道，来带予大众心灵的医治。这就是苏格兰因的模范啦。医生、牧师，当然搁后来教会内面内部长老、监督执事等等服侍同工。这个系统苏格兰已经建立好势。咱只要照着上帝引带的脚步，而且将咱的重担拢交托咱的主。咱逐个人拢有重担。什么人无重担？就是遐个智能较低逐工活足快乐的，因足快乐，因无啥物重担。但是咱愈正常的人咱重担愈济，咱的操烦愈济，咱的看愈济，咱的起起落落愈济。所以咱都要将咱的重担拢交托主，因为只有上帝是医治咱、拯救咱的上帝。咱心中学到伊、尊重伊，伊就引带咱头前的路。逐人的重担互相担当，这就是宣教师。马国医生，其实第2个毋是李修啦，第2个是伊拜托推荐的一个迄个 迄个合作叫做 BOT 啊。叫做德马泰万巴德，伊是中国派去，英国派去中国的一个医生，伊拜托伊来协助伊，伊讲好，安尼我去打工。安尼医生怎真多？马国的助手医生、助理医生，马国一定定出国学术的研究，伊嘛爱去读册进修，就交代互迄个万巴德牧师，因就是密切合作。所以伊从打到基后病，就全部交互巴万德。巴万德伫打到6冬，这个巴万德，你若上网看是做名的哦。迄个名气是即摆赢过马雅各，因为伊研究什么呢？研究传染病，也是讲病菌类。伊的小弟叫做万大卫。嘛，互阿兄拜托来接棒，因为伊去中国伊的小弟就来接迄个基后病。所以因互相担当，才有法度从事遐尔济的工作。巴克的牧师边仔有李修牧师，边仔有甘维林牧师，搁有一个施大卫，Smith David，这拢是新下院的教授。因拢三个同工，因嘛是有教职人员，伫遐三甲合作，来互相担当。所以咱的团体、咱的教会、咱的团体，都要有这种的精神，大家三甲
协力、共同合作，无分彼此，有苦三个担当，有甘甜三个分享，这是第2点。第3点就是仰望咱的主耶稣。咱的台语圣经讲，着注心看耶稣，因为是咱神的起头甲正尾。咱咧奔走天路的时，有一件代志真重要。原本是我要问恁啦，你感觉伫行路上上界重要是啥物？就是仰望上帝。因为这个仰望就是望，就是倚靠。这个仰望是咱的圣经内面咱基督教的术语内面一个专用名词，足深的啦，但是足重要的，就是仰望主耶稣，望主耶稣，倚靠主耶稣，期待主耶稣，对耶稣基督全然的交通倚靠，拢会通用这个仰望来代替，来解说。所以咱就爱仰望咱的主。你引带我行伫什么方向？我会知影一路骑机车，Google 带路，是毋是足方便的？但是卖惊红灯的时，搁看一下。虽讲迄路线拢是直的啦，但是拢会担心。但是共款，咱基督倚靠上帝，主就甲咱带路。带到迄个方向。亚伯拉罕嘛是安尼，大卫佫较是安尼。大卫敌人连伊的丈人扫罗对伊的敌人，哇，这真正是有够惨的。伊逃亡13冬，逐工都咧仰望主，因为有可能明仔载的人要解决伊啊。所以写的诗篇非常的多。25篇、31篇。59篇，146篇。第50讲，望耶和华伊的上帝，这号人有福气。仰望台语翻译做望。这个翻译者对下门的发音，咱的巴克利牧师就是翻译新约圣经用2冬。伊77岁时继续翻译旧约圣经用4冬，伊86岁受主恩典，77岁用3、4冬的时间继续翻译白话字罗马白话字拼音的台语圣经。所以我最后念一段巴克利牧师的献心文，伊伫16岁时所写的一个献心文，我用头前甲最后甲咱三甲勉励。伊讲永远达得阿乐的上帝，我谦卑家己顺服伫你的面前，将我献互你。我罪恶深重，不配徛伫上主至权、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面前，来立这个重要的誓约。这就是巴克利牧师伊的起头。最后一段伫我离开世间的时，既然我的朋友发现这个甲你立重要的约的时，也会通将这个约当作伊家己的约。愿你的恩典永远伊有份照着咱的大中保基督，嘛甲你立约，得到这个福分。等等，最后阿们。以上我来介绍这个重要的男神的灵魂人物巴克利牧师用安尼来做勉励甲结束。同心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用这半点钟的时间，三甲通过希伯来书得到你的勉励，互阮照着你的话讲，都爱放下阮的重担，都爱脱离阮的罪孽，阮都爱遵纯咱的心，佮仰望主耶稣。因为伊是阮信的起头甲正尾，阮安尼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是咱国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547首，圣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逊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通担，一切着磨艰难困苦。圣诗547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只是请大家闭慢心来奉献。
请坐。即时请咱掀开周报。咱大声掀开第2页。伫报告的大声，请咱三甲来读金句，读2遍。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人书12章第1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希伯来人书12章第1节。好，下周圣工的分担，领袖是苏坤龙长老，司礼是苏坤龙长老，司琴是卢静妮姐妹。献诗是献歌队，书献是钟豪执事跟景伦执事，交台是钟豪执事甲宋义姊妹，音控是民祥执事跟周宏邦弟兄，讲课经理是黄团德，华语礼拜领唱是圣歌队，司礼是苏坤龙长老，司琴是吴恩婷，书献是钟豪执事甲宋义姊妹。交台中豪执事兄弟姊妹音控，民祥执事甲周宏邦弟兄。来周聚会内容，拜三暗时的查经祈祷会吼，题目是无共款的眼光，主理是黄团道。个礼拜，主理礼拜日主礼拜，主理是黄团道，伊的题目是吞忍、老年甲望。啊，信息甲金句，请圣经，请兄弟家己来看。好，请咱掀开周报第2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本主日礼拜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真欢迎李家明牧师代表学校来请安报告甲正道，请兄弟为着台南神学院的教育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伫遮，我嘛代表教会甲李牧师说多谢。本会黄团道今仔日是到景宝教会去请安报告甲讲道，嘛请兄弟为着黄团道的出入平安来代祷。第2项，请各团契交即落下一季的聚会表互干事，啊，迄期限吼是今仔日咯吼，各团契爱今仔日来交吼。啊，第3项。因为这肺炎吼的疫情，咱聚会有一寡的提醒吼。啊，第1项就是身体若是有无拄好的，莫勉强来参加聚会啦吼。第2项就是咱入来教会爱量即落体温啦吼，爱定定洗手。啊，若有超过37.5度，咱赶紧来看医生啦吼。啊，伫咧厝内来休养。第3就是咱聚会这个场所啦吼，爱开窗啊，吼啊空调嘛拢有拍开吼。啊，第4项就是咱聚会期间吼，请配合啦吼，来挂即落喙安，吼，啊第5就是这防疫期间吼，若是无必要吼，请尽量啦吼，莫入教会，吼。啊，第6项，若是无法度来聚会，目前会使使用这看电视的 Good TV， 吼，啊是讲双连教会伊的网络嘛有这听道理啦吼，双连教会，啊咱教会嘛有，吼咱教会即摆嘛有。啊，第7项就是这疫情的期间，团契若要聚会吼，请协调啦吼，使用这通风较优良的吼，啊，比如讲遮2楼，啊是讲旧堂，吼啊，甲窗仔拍开安尼，吼，请团契来注意。好，第4项，请咱教会所有的会友哦，吼，所有的会友拢来加入这教会的一个赖群组啦，吼，哦，教会有一个赖群组，吼，啊，有一寡消息会使来伫咧群组内底来公布，啊，要安怎加入，吼，请扫描，吼，就是
咱就无正手边有一个 QR code， 就是这，吼、吼，摕手机仔来为伊来翕相安尼，吼啊，就会使加入。啊，若袂晓无要紧，吼，咱隔壁的兄弟姊妹可能会使甲你教，啊无就问教会迄少年的，吼，少年的就会晓的吼。啊，群组内底有教会要来发布一寡消息，吼啊，若是有一寡，若是已经伫咧内底兄弟吼，有一寡啥物早安晚安啊，吼，迄啦，迄就毋免啦，吼，就是即就讲有一寡紧急的消息，吼，伫咧这群组内底来公布安尼。好，第5项，咱伫咧这疫情的期间吼，需要会友来斗相共，吼，有这拜六礼拜六的下晡5点到6点，吼，伫咧礼拜堂有消毒，吼，伫咧遮需要同工啦吼，喷洒这漂白水甲擦桌椅啦吼，需要1个到2个人，吼，礼拜六下晡5点到6点，啊，礼拜日主日吼，需要这兄弟吼同工来量额温啦吼，伫咧咱今日来拢有吼1楼量额温啊。台语当是8点半到9点半，啊，华语吼是10点半到11点半，吼，拢真需要同工，吼，请兄弟若是有这意愿的，吼，啊时间若是会使来报名安尼。好，第6项是暂停聚会啦吼，本系妇女团契、相连团契甲囡仔团契吼，甲拜二的读经班，为即礼拜开始吼，暂停聚会，吼啊，恢复的时间。就来等通知安尼，吼，暂停聚会。好，啊，第2项是东山区受难日联合礼拜暂停，吼，原定伫咧4月10号，这新店教会吼要举行的东山区联合受难礼拜暂停来举办。好，以上。啊，其他教会集体交通，吼，啊是教界消息，请兄弟家己来看。好，啊，奉献证明吼嘛，夹伫咧周报内底，啊，若是有出入吼，将教会出入甲会计来更正。好，即是咱来唱圣诗第391首，哦，圣诗391首，阿乐天顶主宰，吟诗煞，请李牧师来祝祷。好，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之爱、圣神的相通保护，甲咱众人三合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